香港人買樓已經好辛苦啦，點知入到屋先係另一個煩惱嘅開始。空間細，奇形怪狀，塞滿雜物嘅儲物櫃。你有冇覺得每日返到屋企好似只係換咗個地方放工？我係百年門地嘅室內設計師，好多人以為設計只係揾位做櫃，一味盲目去抄網上面嘅風格，但其實越細嘅空間越需要藝術同美學去引導視覺，幫你嘅空間透氣。所以我定時定候都會嚟唔同嘅展覽，一幅畫嘅比例，一盞燈嘅光影，甚至係一塊布料嘅質感，呢一啲與時並進嘅眼界，就係幫我喺你有限嘅尺數入面，創造出高級感同埋鬆弛感嘅武器。室內設計並唔係堆砌，而係幫你嘅生活留白。你值得一個真正住得舒服嘅屋企。